身邊好多街坊老友記，一世做人踏實，做嘢死捱，日日辛辛勤勤打工，撲心撲力扣錢，從來唔偷懶，唔好高騖遠，唔亂揮霍，偏偏就係極都冇底，年年辛苦，年年手空。明明日日都有工開，日日都有錢入袋，但荷包永遠乾下乾下，屋企始終存唔落幾多餘錢，遇到少少急事就手頭緊張，心慌慌。好多人為呢件事煩足一世，成日嘆氣，話自己命水唔好，天生冇財運，一世只可以捱苦，冇資格積福存錢。我係岑日飛，見盡幾十年人情世故，街坊冷暖，財運喜樂。我今日掏心掏肺，同大家講一句最真實嘅老實計：世間上根本冇咁多天生窮命，大多數人存唔住錢，留唔低財。從來唔係運氣差，而係自己親手將到手嘅財運、福氣一日一日往外推、往外趕。以前我都唔信呢啲説法，覺得存唔到錢就係賺得少、開支大、時勢艱難。直到幾年前，我遇見一位看透世事嘅老師傅，佢同我傾偈，一針見血，講透普通人存錢嘅真相。師傅話：一個人嘅財運、積蓄、福澤，從來唔單單靠錢能力，更加靠守財氣。好多人日日拼命命錢，努力打拼，但偏偏身上錢包入面帶住3樣最敗財、最散運嘅嘢，日日無意識耗財、散財、推財，1000散1000，一萬散一萬，無論幾努力幾捱得，最終都係竹籃打水一場空，永遠存唔住積蓄。今日我就用老街坊最貼地、最樸實嘅白話，同大家講清楚呢3樣藏喺你錢包入面，偷偷敗你家、散你財、推走你一生財運嘅嘢，冇空泛套路，冇虛浮大道理，全部係我親身經歷、身邊街坊真實發生嘅故事，每一個都真實到入心入肺。各位老友記認真聽，對照自己，即刻檢查自己錢包、銀包、手袋，有就即刻清理，即刻抌晒，及時止損，留住財氣，先至可以慢慢存到錢，留住福，行好運。我哋呢一代廣東人，從細就被教導勤力騰錢、節儉守家、踏實做人，就一定可以積谷防饑、積錢防身。舊時年代錢極之艱難，一分一毫都係血汗換返來。我哋個個都識得慳、識得儲、識得珍惜，但係我見過太多街坊一世捱盡辛苦，日日做工捱勞累，到中年到老年依然手空空，冇積蓄、冇底氣、冇退路。反而有啲人錢未必比人多，做事未必比人搏，但係手頭永遠有餘錢，年年有積蓄，日子越過越穩陣。以前我一直唔明白呢個道理。明明勤力程度一樣，際遇差唔多，點解命運財運相差咁遠？直到遇見位老師傅，佢望住我個錢包，淡淡講咗一句話，令我瞬間醒水。佢話：凡人嘅財運最忌漏散雜，錢呢樣嘢最靈性、最記性，中意乾淨穩陣專一嘅環境，最討厭凌亂破損雜亂嘅煞氣。好多人錢包入面雜七雜八、烏煙瘴氣，將敗財嘢隨身攜帶，日日都係倒緊自己財氣，推走自己福運，再勤力都存唔住錢。當時我即刻打開自己錢包一望，先至發現自己幾十年嚟一直犯緊最蠢、最致命嘅錯誤，難怪一世捱苦，留唔低積蓄。首先第一樣，必須即刻抌走，絕對唔可以留喺錢包嘅嘢，過期、破損、發黃、折爛、殘缺唔齊嘅舊鈔、舊票據、舊單據。好多老友記同我以前一樣，生性節儉，不捨得掉，不捨得棄，錢包入面永遠塞滿晒殘舊鈔票，邊角爛晒、發黃發霉、折到皺晒嘅銀紙，仲有過期幾年嘅發票、收據、消費單據、停車票、超市小票，通通捨不得掉，塞喺錢包夾層袋入面，覺得留住唔使緊，掉咗可惜。我以前就係呢個習慣，極之中意囤積舊嘢，錢包永遠脹卜卜，
雜亂無章，新錢舊錢混埋一齊，完整銀紙同殘破銀紙參埋一處。幾年前嘅消費小票、水電單據、過期優惠券，從來唔主動清理，日日帶喺身邊。我仲天真咁覺得呢啲都係細微小事，完全唔影響生活，唔影響財運。只要自己勤力柴錢、節儉使錢，就一定可以存到積蓄。點知就係呢個細小習慣，默默耗散咗我幾十年嘅財氣。師傅當時同我講，錢係活氣，係靈氣，係世間最旺嘅福氣。乾淨、整潔、完整嘅錢，先至會聚氣、聚財、聚福。而殘舊、破損、過期、廢棄嘅紙張，全部係衰氣、散氣、窮氣。你將一堆過期廢紙、破損舊鈔長期擺喺錢包入面，等同將一堆殺氣、晦氣長期貼住自己財位，新錢入唔到，旺氣留唔住，財氣聚唔埋，新入帳嘅錢即刻被舊衰氣沖散，自然多少散多少，永遠傳唔低。我身邊有個最真實嘅街坊故事，大家就會徹底明白。我隔離屋嘅阿強哥比我年長幾歲，一世做地盤苦力，日日朝早5點起身，做到天黑先收工，風雨無阻，極之捱得。佢做人老實，做事踏實，從來唔偷懶，唔亂使錢，唔賭唔飲，唔亂消費，比身邊好多人都勤力都節儉。但奇就奇在，阿強哥做足幾十年工，從來存唔住錢，屋企永遠零積蓄。每逢過節遇着急事，永遠手頭緊張，四處周轉。阿強哥自己都好迷茫，成日同我嘆氣，話自己天生窮命，再勤力都冇用。後來師傅過嚟我哋村閒坐，見到阿強哥個錢包，即刻就話出問題所在。阿強哥個錢包用咗10幾年，表皮磨損、開裂發爛，入面塞滿晒幾年嚟從未清理嘅舊小票、舊單據、過期票據，銀紙全部折到皺晒，混亂堆放，仲有好多缺角、發黃、殘缺嘅舊鈔，佢一直唔捨得換，唔捨得掉。師傅話：你日日辛苦合錢，但你個錢包日日盜財、散財、推財，你一邊拼命入財，一邊主動推走財氣，好比你用桶裝水，桶底長期穿窿，幾努力裝水都會漏清光。點可能存得住？後來阿強哥聽從師傅勸告，當場將錢包入面所有過期單據、廢紙小票全部抌乾淨，將所有殘舊破損、發黃折爛嘅舊鈔全部去銀行換成新淨完整嘅銀紙，重新整理錢包，保持乾淨整潔、空空朗朗，就係呢個簡簡單單嘅改變。短短半年時間，阿強哥自己都話神奇，以前月月清零，存唔低1分錢，半年之後竟然默默存落幾萬蚊積蓄，手頭越來越鬆動，於是唔使再四處求人，唔使再慌慌張張。其實呢啲唔係迷信，係生活玄機，係人心氣場。錢包係我哋每日接觸財氣最多嘅地方，等同個人嘅小型財富，財富凌亂，衰氣堆積，財運自然留唔住。財富乾淨通透整潔，福氣先至會停留積聚，越積越厚。好多人忽略細節，覺得舊單據、舊小票留住無所謂，殊不知就呢啲微不足道嘅細節，日復一日耗散你嘅福氣，推走你嘅財運，令你一世勤勞，一世清貧。第二樣，即刻要清理，千祈唔可以留嘅嘢。錢包入面長期擺住嘅各類欠款條、借據、欠單、負債記錄，呢一樣嘢係最容易壓垮普通人財運，最容易令你越來越窮、越來越存唔住錢嘅禍根。好多老友記有個習慣，人哋欠自己錢嘅借據，自己欠人錢嘅欠單、信用卡帳單、分期欠款記錄、各類負債紙張，通通塞入錢包。覺得隨身帶住方便記帳、方便追數、方便還錢，呢個做法聽起身好理性、好實際，實質係財運大忌、守財大忌。師傅話：錢包主聚財、立福、生旺，而欠單、借據、負債記錄主破財、
糾紛、消耗、壓力。你將一堆負債、欠款、債務、紙張長期擺喺財富入面，等同日日將破財殺氣貼住自己，日日被負氣纏身，被壓力裹挾。就算你日日拼命傾錢，入帳嘅錢都會優先被債氣抵消，被衰氣耗散，最後永遠係入不敷出，永遠存唔落錢，仲容易惹來更多財務糾紛、人情麻煩。我身邊有個最深刻嘅例子，係我從細一齊大嘅老友阿明。阿明年輕嘅時候腦筋靈活，肯拼搏，肯捱，出嚟做生意打工都比身邊人出色，賺錢能力絕對唔差。但係阿明有個好壞習慣，所有借貸單據、欠款條、分期帳單，人哋問佢借錢嘅欠據，通通塞入錢包，日日隨身攜帶，幾年都唔清理。佢話擺喺身邊先至唔會忘記，先至可以記得邊個欠錢，自己仲有幾多債務，就係呢個習慣拖累咗佢10幾年財運。阿明好多次明明賺到大錢，生意有起色，收入大漲，但每次都會莫名其妙出狀況，要麼屋企突發急事使大錢，要麼生意突然虧損，要麼朋友欠錢唔還，要麼意外破財補鑊。10幾年落嚟，佢賺過嘅錢絕對唔少，但永遠留唔低積蓄，賺多少破多少，來來去去一場空，到中年依然手頭空空，仲一身財務壓力。後來師傅幫佢點破問題根源，話你個人明明有財氣，有謀錢本事，但你個錢包日日裝滿晒債氣、殺氣、負氣，財氣入唔到，福氣聚唔住，所有到手嘅錢都會被破財氣場帶走，自然存唔住，留唔低。阿明當下即刻醒悟，返屋企之後即刻將錢包入面所有欠單、借據、負債記錄全部取出，分類整理，妥善存放喺屋企抽契，絕對唔再隨身擺落錢包。同時積極清還細債，追回欠款，杜絕多餘負債。僅僅1年時間，阿明嘅財運明顯好轉。首先係唔再莫名破財，唔再意外耗錢。到手嘅收入終於可以留低，跟住生意越做越順，少咗好多無謂糾紛，少咗好多小人拖累，慢慢累積落嚟，終於存到人生第一筆穩固積蓄，生活壓力大減，人心越來越安定。呢個就係最真實嘅財運規律。財氣怕殺，旺氣怕負，你唔將破財嘢清走，好運永遠入唔來。好多老友記唔明白，覺得只係擺張紙，點會影響財運？我哋做人講究氣場，講究心念，講究磁場。你日日打開錢包，見到嘅都係欠款、負債、欠單、壓力，潛意識就會長期處於焦慮、緊張、缺錢嘅狀態。心念負面，氣場低沉，自然吸引更多缺錢、破財、耗錢嘅事發生。反之，你錢包乾淨整潔，只留財物唔留殺氣，日日見到嘅都係穩定富足從容，心氣順，氣場旺，財運先至會慢慢積聚，越來越好。第3樣，99%嘅人都中招，最容易忽略、最敗財嘅嘢，錢包入面亂塞大量零錢雜幣、無用卡片、過期會員卡、廢卡、爛卡。好多老友記嘅錢包永遠塞得滿瀉，凌亂不堪，銀紙唔分面額，亂折亂塞，零錢銅幣一大堆，混亂堆放，仲有大把過期銀行卡、廢會員卡、無用優惠卡、失效門禁卡，通通堆喺錢包入面，從來唔整理唔清空。呢個睇似普通生活習慣，其實係最嚴重嘅散財、漏財、推財行為。師傅講，錢講究序整順，最怕雜亂散，零錢過多，雜物堆積，廢卡充斥，會令財氣4分5裂，無法凝聚。銀紙亂折亂塞，面額混亂，係對財富唔尊重，財富自然唔願停留。過期廢卡、無用雜物霸住財位，真正嘅旺氣財氣就冇位入住，自然留唔低積蓄，聚唔到福運。我以前都係呢個通病，超嚴重，錢包永遠零錢滿瀉，雜卡一堆，
新錢舊錢大細細亂埋一齊，打開錢包凌亂不堪，雜亂無章。我仲自以為係細節，完全唔緊要。直到師傅同我講咗一句地道老話，我先至徹底醒水。錢袋亂，財運散；錢袋結，積福業。舊時老人家成日講嘅說話，從來唔係空穴來風，全部係幾十年生活積落嘅真實經驗。我身邊有個好對比、好鮮明嘅真實案例。我屋企附近有兩個開小士多嘅老闆，兩個人做嘅生意，鋪位位置、客源、人流幾乎一模一樣，但兩個人嘅收入、積蓄、財運相差10萬8千里。第一個老闆性格馬虎，隨隨便便，錢包日日凌亂，零錢亂塞，銀紙亂折，廢卡一堆，單據亂放，從來唔主動整理。佢日日生意流水唔差，日日都有進帳，但係月月結帳都冇錢剩，賺嘅錢不知不覺就散清，幾年落嚟存唔住一分積蓄，仲成日莫名其妙虧本，少錢錯帳。第二個老闆做人穩陣，細心乾淨，錢包永遠整整潔潔，乾乾淨淨，銀紙按面額分類，整整齊齊，零錢適量存放，唔堆積雜亂。所有過期廢卡、無用雜物、舊單舊據，日日及時清理，絕對唔留多餘雜物霸住財位。兩個人同樣做小生意，同樣辛苦打拼，但呢位老闆年年有積蓄，年年有餘錢，生意越做越穩，財運越來越旺，幾年時間就累積落可觀身家，生活越過越富足安穩。呢個就係最真實嘅差距。唔係運氣問題，唔係能力問題，而係細節、習慣、守財心態、財位風水嘅差距。好多人一生碌碌無為，存唔住錢，唔係唔夠努力，而係日日被自己嘅小習慣拖累，日日自己推走自己嘅財運。你對錢隨隨便便、凌亂敷衍，錢自然對你疏遠冷淡、來去匆匆。你對錢尊重認真、乾淨整潔，錢自然願意停留，願意積聚，願意為你積福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老友記肯定會心裏面打個問號，偷偷懷疑，難道存錢旺財呢啲事真係淨靠整理錢包、清理幾件雜物就可以扭轉局面？好多人覺得壓錢靠雙手、靠體力、靠努力，守財只需要慳儉就足夠。呢啲整理錢包嘅小動作，聽起身太過細微，太過簡單，根本唔足以改變一個人嘅財運。我今日掏心掏肺同大家講句最真實、最貼地嘅心底話：整理錢包從來唔係虛無縹緲嘅迷信，亦都唔係故弄玄虛嘅把戲，本質就係整理自己嘅心態，梳理自己嘅氣場，規整自己嘅人生。我哋老一輩流傳落嚟嘅老話，從來都唔會騙人。相由心生，運由心轉，財由氣聚。呢句說話睇似簡單，卻講透咗普通人一生嘅財運秘訣。一個人嘅財富厚薄、運氣好壞、日子順逆，從來都唔係憑空而來，絕對唔係天注定，而是緊緊跟隨住自己嘅日常心態、生活習慣、周身氣場一路行。你有點樣嘅生活習慣，就有點樣嘅處事心態；你有點樣嘅心態氣場，就會招來點樣嘅財運福氣。呢個係鐵一般嘅規律，冇半分虛假。一個錢包乾淨、整潔、通透嘅人，做人必然穩陣，做事必然有序，心態必然從容。呢種人做事有規劃，消費有分寸，做人有底線，唔會胡亂使錢，唔會無謂破財，唔會盲目消耗，自然容易存到錢，留得住福。反之，一個錢包凌亂、雜物堆積、衰氣滿布嘅人，生活必然馬虎，做事必然隨性，心態必然浮躁，處處無規劃，事事無分寸，賺錢再勤力都會被無謂消耗，隨性開支耗散乾淨，最終自然存唔住積蓄。我自從聽從師傅教導，徹底改變自己幾十年嘅舊習慣之後，人生真實發生好大變化。我將錢包入面所有過期單據、殘舊鈔票、廢卡、雜卡、欠單借據，通通徹底清理乾淨，
每日保持錢包乾淨通透、整整潔潔，銀紙擺放有序、分類整齊，絕對唔再亂塞亂堆，絕對唔再囤積敗財雜物。短短1年時間，我最直觀嘅感受就係唔再莫名破財，唔再無謂耗錢，唔再手頭緊張。以前日日都有零碎無謂開支，時時有意外使費，月月清零。而家到手嘅收入可以穩穩留住，每個月都可以存落餘錢，積蓄慢慢累積，越來越厚，心入面越來越踏實，越來越安定。與此同時，身邊嘅小人是非少咗，無謂麻煩少咗，突發破財嘅事幾乎絕跡，生活順遂，心氣平和，福氣自然越積越厚。我仲慢慢發現，自從我整理好錢包、整理好財位之後，我嘅消費觀、做人觀、處事觀都跟住變得通透。以前我中意亂買雜物、囤積舊嘢，唔捨得丟棄無用之物，導致屋企凌亂、心態浮躁、財氣耗散。而家我學識斷捨離，學識取捨，學識珍惜無用嘅嘢，及時清理；多餘嘅負擔，及時放下；無謂嘅消耗，及時止損。做人越簡單，生活越乾淨，心態越通透，財運就越旺，福氣就越厚，日子就越順。各位老友記，今日我掏心掏肺同大家講透呢個普通人存錢聚財積福嘅真相，真係希望大家可以及時醒水，及時改變，及時止損。我哋一世人捱生捱死，勤勤懇懇，努力打拼，為嘅就係養家糊口，積蓄防身，晚年安穩，家人有福。我哋辛辛苦苦翻來嘅每一分錢，都係血汗錢、辛苦錢、養命錢，絕對唔可以因為自己嘅少少壞習慣，無謂疏忽，白白耗散，無端推走。大家睇到呢度，千祈唔好當普通閒話聽過就算。而家即刻停低手頭所有嘢，抽幾分鐘時間，認真打開自己嘅錢包、銀包，日常出門帶嘅手袋，逐格逐層慢慢檢查，用心對照我講嘅呢3樣最容易敗財散財推走福運嘅嘢。首先認真睇清楚你嘅錢包入面係咪塞住一大堆過期破損、發黃變色、折到爛晒嘅舊銀紙，仲有幾個月甚至幾年嘅舊消費單據、超市小票、停車收據、各類無用廢紙。好多人覺得呢啲細紙留住冇所謂，懶得清理，日積月累就堆滿晒成個錢包。第二，認真排查係咪長期隨身擺住各類欠單、借據、私人欠款條、信用卡帳單、分期負債記錄，無論係人哋欠你嘅定係你欠人哋嘅債務紙張，通通收埋喺錢包入面，日日帶住一身負氣、殺氣周圍走。第三，好好睇下係咪亂七八糟，堆住一大堆零錢、碎雜銅幣，重聚聚塞滿夾層。仲有好多過期失效嘅會員卡、廢舊銀行卡、唔再使用嘅優惠卡、過期門禁卡、無用嘅雜卡，霸住晒錢包所有空位。我哋做人最忌就係心存僥倖，以為少少雜物、少少舊嘢影響唔大，實際上財運就係呢啲細微之處慢慢流走。但凡你錢包入面有任何一樣，唔好拖延，唔好捨不得，唔好再懶惰，即刻全部抌乾淨，徹底清理走，將殘舊嘅、過期嘅、負面嘅、無用嘅雜物通通清出財位，將錢包整理得乾乾淨淨、整整潔潔、空空朗朗，先至有位置立財立福，留住自己辛辛苦苦翻來嘅血汗錢。記住師傅一句金玉良言，財運從來唔係靠等、靠運、靠搏，而係靠手、靠養、靠識。錢係有靈性、有感知、有磁場嘅。你善待錢、尊重錢、呵護錢，錢就會停留喺你身邊，積聚喺你屋企，成全你嘅人生。你忽略錢、糟蹋錢、敷衍錢，日日將財氣往外推，將福氣往外趕，再勤力、再捱得、再拼搏，最終都只係一場空。好多人一世唔明白點解自己捱盡風雨、拼盡全力，依然存唔住錢、留唔住福、過唔上好日子。其實答案就喺身邊細節，就喺每日習慣，
就喺你個錢包入面。你日日帶住敗財嘢，日日散住自身財氣，日日推走到手福運，運氣點可能好？積蓄點可能厚？日子點可能順？做人一世，錢係能力，守錢係智慧，養財係福氣。普通人嘅一生，未必人人可以大富大貴、大富大旺，但只要懂得守財，懂得惜福，懂得清理自身煞氣，留住自身旺氣，起碼可以衣食無憂，手有餘錢，萬年安穩，家人平安。呢種平平穩穩嘅富足，踏踏實實嘅福氣，已經係普通人最大嘅成功，最珍貴嘅福分。從今日開始，各位老友記，即刻改變舊習慣，即刻清理敗財物，即刻養成守財好習慣，保持錢包乾淨通透、整潔有序，遠離雜亂衰氣，遠離負債殺氣，遠離無謂散財，用心善待每一分血汗錢，用心守住每一份福氣，用心經營自己嘅生活，慢慢你就會發現你嘅財運越來越順，積蓄越來越厚，是非越來越少，日子越來越甜，人生越來越有福。願我哋每一位勤勤懇懇、踏踏實實嘅普通人都可以醒透財運真相，改變細小習慣，不再自己推走自己嘅財運，不再白白耗散自己嘅血汗，守好錢包，守好財氣，守好福澤，餘生財運亨通，積蓄穩固，衣食無憂，萬事順遂，一家人安安穩穩，平平安安，富足喜樂過一生。